咱要甲伊斗做伙，讲到底三位圣经有啥物款的关系吼？我今仔日无必特别来讲这，因为这个旧约的部分，咱后礼拜伊原来佫继续这个大笔的故事。我只有要紧的较侪我会将迄个连结的所在来讲。咱知影，咱今仔日大家拢爱足流行的一句话啦，讲知识就是力量，讲你若迄个暗时咱大家拢烧钱读册毋是讲烧钱读册啦，最近咱台湾忽然间大学安尼，对阮古早的时代到即马呢，遐济大家拢来读册，就有力有气力这是咱的基本的家庭确实实，即句话并毋是讲完全无理无合理的所在。毋过有知识了后，有时迄个知识会互咱有发出一款安尼惊赢烦恼的代志。拄则听咱的迄个兄弟安尼心理师咧讲即个款的安尼，闲暗时诶困了袂好势，伊看来寒的安尼咱逐摆咧想讲，迄寒拢足好困的，其实寒抑佫有当时是破病的一个现象。咱毋知影的时阵拢无代志，知影了咱就惊咧，讲凊彩倒位无拄好。咱即款的毋过小相佫一面讲起来，即个人的即个财帛、即个知识，一面也会互咱知影讲，到迄个可能性，甲迄个困难，一面是有即个危险，是惊赢的所在；佫一面，咱若毋知影的时阵，咱也无法度通去应付。咱即个叫做现代对20世纪以来所发现到，就是关于即个原子的问题。发现到即个原子，大家足欢喜个原子能，有真大的即个气力。头嘛无想讲原子能这辐射会遐尼大的即个危险。当免讲到迄款的知识，一般你知咱的迄个连导眼，还是讲咱的即个X-ray 拄发明的时阵，大家这足好用的，足欢喜的。无人咧想讲，即个 X-ray 所带来的迄个歹的效果。我会记迄阵拄出来的时阵，好野人若去买囡仔要甲囡仔买鞋的时阵。迄个安尼上界有名的即个鞋店，有迄 X-ray， 囡仔互伊穿迄鞋穿了，甲你照讲安尼骹有合无合安尼。若今仔日大家无人敢安尼做，你知影讲安怎？迄个知识你知讲这 X-ray，会即个好甲歹的所在、危险的所在出来。即个叫做今仔日咱所读到即个圣经的内容，头一个，互咱就是讲即个知识即个财帛，互即个学生感觉足着急的。毋过耶稣来介绍一个新的即个代志。新的气力的来源，毋是干那迄个知识本身的。咱会所读到的新约的即个福音书的内面有记载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拢是伫提供咱另外一款的知识甲气力的来源。
这个是真新啊，佫特别的咱有时拢无咧想的咱用迄个宗教上的言语来讲信仰，咱的信仰上也安尼讲。这个背景，咱知影讲耶稣咧传道安尼非常的无用，到处安尼讲道医病等，所以有吸引真大堆的人。咱用今仔日话讲，伊的迄个，即句话我等于台湾才学来，叫做粉丝啊。我头下拢看新闻，看拢无讲这粉丝是到底是甚物啊？当时就是 fans，当时安尼耶稣安尼所做的代志吸收足侪 fans，真侪人咧对，毋过 fans 安尼真正侪人对，这对可能有真侪无共款的迄落，是到底是安尼看讲伊安尼遮尔有才调，会当做遮个代志，小上时阵也表达出讲，遮个对的人有保障的迄个需要，有这个事实，用也一种的言语来讲因遮个人的心有保障的要求的所在，迄个时阵，佫是甚物时阵，人才会遐尼济，就是犹太人的节期。圣经甲咱讲，迄拄就是搬过节的节期。犹太人3个大节期，真要紧要少年早前上帝怎样救因的祖先脱离出奴才的地，会当到的人，拢爱到耶路撒冷的所在。去对外地的人拢会转来，所以人特别多。伫迄个时阵，耶稣看到伊看到足侪人，耶稣知影讲因遮个人有需要，对迄个上界明显，耶稣就甲遮先讲恁安尼就爱解决这个问题。伊就去备办通来互遮个人食，这是现实的。当看到遮个代志，第一个回应，迄个腓力，我毋知腓力的特色是安怎，大概伊毋是亲像犹太的管事，毋过伊安尼知影，所以腓力。问腓力讲，甲腓力讲，你就设法啦，去找食物，去买食物啦。这腓力回答讲，对伊的估计，伊的基本知识来看，讲咱的圣经讲200个银仔，这200个银仔是差不多一个人半年的工钱啦。所以即马新的翻译拢讲。迄个6 months 的 wages， 6个月的这个工钱咱毋知影讲，迄个若讲敢若讲200个银仔咱即马实是无啥知影，因为这是现代译的迄个要紧的所在啦。互人敢若想讲200个银仔，毋知安怎，讲半年的薪水安尼讲若用半年的薪水。来去买，嘛一个人就是输卵了。这是伊的回答。伫迄个时阵，也有一个耶稣的一个学生伫遐迄个安德烈，伊就讲，照一个囡仔呢有提有炸这个伊的便当，来有提供伊的便当。5个饼，大麦饼2尾鱼，若照咱所知，差不多是一个人的迄个便当啦。咱今仔日讲的这个便当啦，知影讲因的资源总庭
嘛只五个饼买去。啊，因当然无遐个遮个资源，有即个伊知影讲有即个需要，啊，互因会感觉迄个压力啊愈烦恼。讲咱的资源才安尼来听，敢有法度通去应付遮尔济人？啊，毋过迄个耶稣意思就是讲，你袂使放遮个人安尼吼，啊，互因摇转去。但说耶稣，迄个圣经甲咱约翰福音书甲咱讲，耶稣问即个问题，伊知影讲伊要做啥，是一种的测验。啊，对伊的学生来问讲，问即个问题，互因知影到底因有咧想其他解决的方法啦，还是干那一般的一个解决？啊，因知影讲，有影对人来看，这是因的能力、因的资源啊，所无法度通解决的。但耶稣的体咧，就是讲你叫遮个人、教遮个人，安尼逐个坐坐咧，吼就好势安尼。啊，坐是啥物个？就是settle down，毋通着急。啊，settle down坐落去了，啊，圣经我特别讲哦，讲迄个所在足有真济草。啊，咱知影耶稣驾驶的时阵，捌讲，你看遮山野遮花草，草啊，甲迄个因古早的先知有人讲咱遮些草今仔日滴咧，啊，明仔后人过过来这放火烧就无去啊，安尼，哦。啊！耶稣再三的强调，讲遮个草，啊，遮个花，吼，迄个水价值，啊，甲上帝怎样，互遮个咱看做，迄个无够，迄个无路用的有缘安尼，在照。所以我相信因坐落了，大家拢望到草。所以耶稣只互因一个准备心，讲你看，上帝恩典。第一个经验，你看对通过遮这些草料啊的经验，袂知影讲因若有到遮的信心，我靠上帝的时阵，有迄个无共款的困难甲解决的方法。啊，耶稣就摕遐个。迄个囡仔所提供的即个饼，讲圣经甲咱讲伊就足写了啊，分互在场遮人啊，叫啊伊的学生啊来分，啊，佫毋难咧分甲大家拢食甲饱，佫要剩啊，对一面讲起来，这是真明显的一个现象。啊，有真侪现代即解释圣经的人，要用理性的方法来解释，讲这是安怎？这是因为吼，大家想了足歹势，大家拢有早因的便当咧，啊，看到即个囡仔安尼吼，啊摕出来，啊，咱遮吼大人家己早来吼，拢安尼目睭金金要看耶稣要啥互咱安尼，啊，所以安尼感觉足见识，哦，家己摕出来，啊，无早便当咧分互伊安尼，哦，所以。迄个做，大家拢总有教养。伫阮的需要的时候，这是现代理性的一种的迄个解释。啊，准做若是安尼，迄嘛是一种的心情，互因有去体会到，伊就爱甲别人分享。毋过，咱毋通白记者，上帝心情毋是。出自人的见效，安尼所发生的。实在，咱若要互新正发生，毋是讲咱见效啊，吼，讲咱就有米咧，啊，太干咱要慢，毋是，听心，毋是出自见效，啊，这是强足要紧。咱的资源虽然。5个饼2尾鱼那点，毋过
伫上帝的手中，这会有迄个可能诚侪，比迄个5尾饼2尾鱼本身搁较大的迄个财源，迄个资料的来源，迄个所在。你若自愿将你所有的来提出的时阵，神者要发现，将你所有的来提供的时阵，伫上帝的手骨的内面，伊会当互这诚做超过你所想的到的迄个困难。通互坐伫遐的人，大家拢到完足，食到佫有剩。这个这上帝恩典，常常是超过你所想的到。你想讲我都安尼若行，毋过咱若欢喜就讲我都安尼若行，欢喜提供出来的时阵，就有可能会诚做。真大上帝要通过咱来行神迹的迄个材料，咱面对着世间有足侪真大的问题，到底咱会当做甚物？咱就第一个回答，讲我若做讲有半年的薪水出去。该买这食，一人嘛分一输啦。咱有时拢讲，第一大先要未提供咱本身的时阵，咱就入啊，讲这都无效啦，安怎做？咱几礼拜前，咱有听到这个做这个医生迄个伊来讲伊。安尼少年的医生安怎利用伊的迄个做休假的时间走去海地去做，讲伊迄个真简单伫迄个先发他嘛是有咧做的，去到遐都爱做啦。那医生都无别的医生，所以佫伊原来要 amputation 的，伊而且毋捌做过 amputation 安尼，去到遐哇，就做真济有真济安尼，你想无到，伊当做的代志，无。会当做出遮尔紧急，有时即款的安尼需要会叫醒咱，提供咱有新的信心的这个，咱讲契机，互咱有迄个来发掘到底咱有啥物咱会当提供。来参与伫这个遮尔大的需要，可能无法度当个人无法度当完全解决。上帝的确袂讲放互遮个迄个5000人即款大的问题，最后无解决。第二个即个神迹，我有当咧想讲是安怎将即2个神迹甲连做诶？一个是耶稣安尼用5尾饼2尾鱼，第二个是耶稣行水面，迄个伊学生咧拄着大风影的这个，我真少爱想，这个真要紧的，这个就是讲这学生安尼因知影讲耶稣有即款的困难。因对一个所在，佫继续到别个所在，来对耶稣行。毋过耶稣无不是伫因的身边，因都爱家己学要怎样，耶稣无伫身边的时阵，会当安尼来应付任何的问题啊。因安尼对坐船，圣经甲咱讲，伊
因伫迄个阵内拄着犯风险的时阵，因为第一个发现就是讲，因实在因的能力无够。毋过伫即款的家己能力无够，头前得行的时阵，实个咱就摕食物来，有人就来出去解迄。伊知影软弱，发现着家己无够力，毋过伫迄个时阵，耶稣主动来，耶稣安尼，迄个做伫迄大风影中间，行伫迄个风影的顶面来救因。因咧行的时阵，伊知影耶稣甲讲：你免惊，迄是我。伫即款情形的时阵，因耶稣主动来救因通平安。伫迄款头一个真正安尼无够业的下面，因提供出来耶稣作写来。你若无论多少，伫耶稣的手中，用感谢的心的时阵，迄个就够呀。圣经真爱用即款的象征性的言语，伊讲食到有剩，佫剩12轻，迄12吼，你知犹太人12支派，这12有迄个特别的咧。特殊的意义，讲，互你安尼整个这个民族，是讲迄个整体的人拢够呀。伊来，有影一个人无法度通做啥物，毋过咱若相信上帝无放弃咱，伊的恩典大的时阵，的确，互咱够业。佫有剩，咱大家拢安尼会记日这个这个马达特蕾莎的故事。伊第大圣是1946年照迄个咱所知影伊的原名我写字我嘛袂晓读伊迄是。迄个，那就是欧美尔对倒伊遐来安尼这个修女伫迄个考卡达迄个街路边看到遐尼济送养的人，遐济艰苦人，看了心肝滴答，讲我一个修女我的修会加起来咱也袂当做啥物，讲袂当做啥物，毋过抑佫有我咧。所以伊用即款的这个信心来开始用期待、祈祷求上帝的开咱人民的下面，伊所做的代志，咱拢知影。变一个安尼小可无名的修女变做咱今仔拢甲伊称呼做。Mother Teresa， 一个无名修女安娜变做 Mother， 我那想讲一个尼姑变做老妇，这奇怪安尼，毋过这上帝恩典就是教业，互人个，有时就是咱袂记着，咱敢若想讲咱的软弱甲咱的限制，无。安尼，将咱本身安尼来提供，互上帝一心者通过咱来发现。咱今仔日的心者，要不就是咱是不是欢喜
互神者通过咱来发生。啊，咱毋通想讲神者拢是迄个天大地大诶代志，神者有真济款，咱今仔日久咧诶即个做啊，咱就是讲足大啊，其实咱永远会当有遮尔大，迄个神者，迄个 ripple effect， 吼，吼你虽然讲你做小可诶代志，哎，最后直空中，咱虽然袂当看到迄个最后的结果，毋过神者确实会发生。啊，上帝，因为这是上帝丰盛的主爱，爱通过咱来，安尼对我爱会变化，迄个咱安尼看做无够野的，真做有够野。愿主施恩伫咱所听伊的话，啊，咱大家拢真做。会惊神者，会当互耶稣伫咱的心中惊神者的所在。啊，咱用安尼来头前来行。啊，咱第一代先别用数度圣经，毋是尼西亚圣经来回应。啊，咱逐摆咧读遮的时阵，就是咧肯定咱的信仰。啊，对遮过来头前行。